點解我頭先又忍唔住大聲鬧咗個女啊？鬧完仔女之後，睇住佢哋委屈咁流眼淚，或者默默咁縮喺角落嘅樣，你係咪都瞬間陷入深深嘅自責同後悔呢？我哋總係想做個溫柔嘅媽媽，但日常生活嘅壓力往往會讓我哋喺某個瞬間突然着火。今日我只係喺小森林嘅樹洞同大家講，發個脾氣唔代表你係一個壞嘅媽媽，懂得點樣修復關係先至係俾孩子最正嘅身教。相信大家都有過呢一種嘅經歷，做功課拖拖拉拉，催極都唔喐，或者兄弟姊妹爭玩具，喺某個被疲倦壓垮嘅瞬間，我哋嘅理智線突然啪一聲就斷咗。我哋會好大聲咁鬧仔女，甚至會講咗幾句好重嘅說話。但當鬧完之後，睇住女女驚恐又委屈嘅眼神，心入邊嗰種刺痛同罪惡感瞬間排山倒海咁湧出嚟，我哋就會開始擔心，我剛剛嘅態度會唔會喺佢哋心入邊留下心理陰影呢？佢哋會唔會覺得媽咪唔再愛佢哋啊？心理學上面有一個非常重要嘅概念，叫做 rupture and repair， 裂痕與修復。完美嘅親子關係從來都唔係從來唔嗌交，而係學會如何修復。當大家都冷靜落嚟之後，不妨試下我私藏嘅3步黃金修復術。第一步，承認情緒，坦誠道歉，踎低落嚟，平視孩子，跟佢哋講，對唔住，媽咪剛才情緒失控，對你大聲咗，呢個係媽咪嘅錯，媽咪要向你道歉。注意係為自己嘅脾氣道歉，而唔係放棄原則。第二步，分離原則同愛，話俾小朋友知，媽咪剛才對拖拉呢一件事好嬲，但我對你嘅愛從來都冇改變過。第三步，重新擁抱，俾小朋友一個長長嘅溫暖嘅擁抱，接住佢哋嘅委屈。當你願意放下身段同小朋友道歉，你其實係用緊行動教緊佢，人係會犯錯嘅，但只要我哋勇敢承擔，主動修復關係，愛永遠都喺度。呢個世界冇完美嘅父母，亦冇完美嘅孩子。每一次衝突後嘅誠懇修復，都係為孩子嘅安全感加固，俾佢哋知道，即使睇過媽咪最唔完美嘅一面，呢一個家依然係佢哋最堅固嘅避風港。放低完美嘅包袱，懂得修復關係嘅你，已經做得足夠好。今晚臨瞓前，如果你哋今日亦曾經有過唔愉快嘅爭拗，不妨試下俾孩子一個擁抱，喺留言區留下一句愛能修復一切，幫自己同孩子打打氣。覺得今條片有幫到你嘅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我哋下集小森林見。